加拉太書第6章，弟兄們，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，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，又當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誘。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冇有，自己還以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，這樣他所誇的專在自己，不在別人了。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輕慢不得的。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順着情慾撒種的，必從情慾收敗壞；順着聖靈撒種的，必從聖靈收永生。我們行事不可喪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時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機會，就當向眾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。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凡希圖外貌體面的人，都勉強你們受割禮，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他們那些受割禮的，連自己也不守律法，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，不過要藉着你們的肉體誇口。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，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。因這十字架，就我而論，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論，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禮不受割禮是無關緊要，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願平安憐憫加給你們和神的以色列民。從今以後，人都不要攪擾我，因為我身上帶着耶穌的印記。弟兄們，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。阿們。